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。大家好，我是林雅珊，欢迎收看3月2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。在这次地震当中，消防人员救灾的辛苦使人肯定。不过救灾设备侪医院质疑无够先进完善。对此，医院郭国文建议，除了用市府预算购买新器材以外，也当透过民间募款来提升搜救设备。在这次维管大楼的救灾当中，消防单位担任救人的重大责任。不过，搜救队的仪器设备却是予医院郭国文质疑无够先进，佮上过老旧，对救灾进度会有影响。建议消防局寻求民间企业佮社团赞助换新的设备，提升未来救灾的能力。我有没有一种生命探测仪器，可以一次可以测试比较多的范围，有比较多的红点的展现的可能性？这时候就可以同步救援，生还的机会会比较大。有没有可能有这种仪器？听说现在的生命探测仪器已经相对进步许多了。我们这一次如果相对进步许多的这种生命仪器的话，可以同步进行展现出来多处红点的话，不是就可以同步救援吗？对不对？对，就不用受制于仪器了嘛。所以我们这一次有利用民众的善心捐款，我们要来再更新一些。另外，针对这次因为地震受损已经未当使用的汽机车，市府建议补助标准，对汽车补助5万块，机车1万块。不过依照市价来看，一台机车大约卖5万到8万块，一台汽车至少也要50万起跳。医院郭国文认为，汽机车市价都差了10倍以上，但补助却只有差5倍，并不符合比例原则。就最初的产权就已经最低的限额就已经10倍了，你为什么定一个5倍的呢？这不成比例嘛，对不对？我教国文，我不是在教你数学，局长。这基本的 common sense 啊，你花一点心思想一想啊，这就汽车跟机车的一般的最低行情就1比10啦，你怎么定出一个1比5的方式呢？我就跟你还原一下现实的状态，我就跟你提出这一点而已。对着汽机车损害的补助，医院区理表示，有一寡停伫空地、空厝边仔被厝遐讲到无法度举证的车辆，希望市府会当采取减税，也是运用现款来提供补偿。免税的部分好像都是着重在房屋。对。那因为营利事业税又是中央税所以我们也没办法用地方税来折抵。可是像这样子，它停放在路边停车格位里面，那灾受因为天灾造成的车辆的损害，那这个没有办法提出它的免税证明嘛？副市长曾旭正表示，将会听取议员建议，针对受法令限制的补助，讨论是不是要以现款来支应。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。针对2月6号的地震现况，市府特别邀集各界甲住户组成15人的监督小组，互现款的运用更加公开透明。不过，3位住户代表的产生过程，所互议员曾培雅质疑，一切拢是由市府主导。2月6号，地震灾害关怀专户管理以及监督委员会当中的成员名单，有7位是市府人员，其他8位分别是来自律师、会计师等单位甲灾民代表。其中3位灾民代表，有2位是维管大楼住户，1位来自安南区的居民。议员曾培雅质疑住户代表的人选是不是由市府主导，以及当区代理市长为何无代表在该小组当中？市府善款是市府的用心，台南市政府来主责这个善款的召集人监督委员会。目前用家伊感觉讲，是市府咧家己主导吗？全部都是你就免个人个推举那个民间的代表嘛，就恁来做决定就好嘛。那为什么维管3个，维管2个，安南区1个？为什么我们东区因就免吗？你嘛是恁市府嘛，叫人用主题委员会成立自治委员会，他们不需要代表吗？那跟议员报告哈，就是说这个没有一方面是名额有限哈。名额有限，那台南市政府是几位？我们每一个台南市政府7位，然后府外有8位，
户外有8 8位，里面有3位是灾民代表，另外有2位是社会公众人士，就是2位大学的校长，另外3位是法律、会计跟这个建筑方面的。议员陈培雅强调，地动的情况一定要用在灾民身上，那么不但迫害市府的名声，也辜负着关心者的信心。但新闻者山林根采访报道。2月6號地動的期間，台南市的警消人員都必須犧牲假期投入救災行列，非常的辛苦。因此，議員陳義定建議提高警消人員的加班費，來為了因的辛苦付出。在這次的地動當中，動用真濟台南市的警消人員，甚至閣加班投入救災行列。對此，議員陳義定建議提高警消人員的超勤津貼，以及放寬補休假的條件，來慰勞這掛辛苦的工作人員。針對未來嗎？還是針對這一次？就針對這一次。這一次就是提高到17000哈，但我想，當他們這個加班超過的時候，他們要怎麼辦？我們另外再給他們補休。補休我過去以往是6個月之內要補休，我現在放寬到1年內讓他們補休。1年哈，就針對這次圍觀的狀況，對，金額、超勤津貼增加，然後補休的時間期限放長。但是回歸到一個問題啊，其實人力沒足哈。其實他們要去補休，其實也是非常非常的困難。另外，這次的地動因為發生在過年的連假期間，所以也使得來台南的觀光人潮減少4成，加上現在佮傳出今年第1例的天狗類疫情，恐驚會影響民眾來台南觀光的意願，所以議員陳義定建議觀光旅遊局加強觀光宣傳，以免影響到觀光人潮。我想這個觀光，包括之前登革熱到後來這個圍觀大樓震災，大家可能會覺得台南有一些狀況，好像不適合來玩的心情哈。但我想這個部分也要請局長這邊其實要加強的去宣傳哈。其實台南已經都恢復得非常的好了。在關心地動相關議題的同時，議員董品湖特別借到這個機會，提醒大家最近新的詐騙手法。除了借到媒體提醒民眾唔通受害以外，也呼籲警察單位加強防範，多多向民眾宣導相關的知識。是快遞公司啊，因為天氣潮濕，所以這個姓名甲地址攏看袂清楚。麻煩你甲我講你的姓名甲地址。問了，隔天真正快遞公司來哦，我們提供給你具體的賬戶。你也會數萬元過來，是安尼哦。但是你若賣臭味就對了隔天歐小回來啊，歐小回就上門了，歐都回來啊，別來給你偷錢啊。所以這是最新的騙術詐騙集團的最新的詐騙的伎倆。對此，警察局長陳子敬呼籲民眾，如果遇到類似的情形，一定要第一時間向警察單位反映，尋求警方的協助。但新聞者山林根採訪報道。長期在中國大陸打拼的珠海大商協會，在2月6號的地動災害以後，就一直想要捐款盡一份心力，下晡透過台南市議會看線，前往藥劑區甲受災戶面對面接觸。並親手將300萬的捐款一一發送給受災戶。抗地動造成台南嚴重的損失，珠海大商協會透過台南市議會看線，要將募集到總數300萬的善款，親自下予藥劑受災戶，表達因的心意。希望能夠真正把這個捐款、這個愛心，能夠發送到受災戶的手裡。所以今天我們特別也來要拜託我們這個台南市議會來給我們協助，來給我們幫忙，能夠告訴我們受災戶在哪裡。我們希望把這個款親自我們送到他的手裡，親自送到受災戶。我想這是我們珠海台商協會的一片愛心，一片心意。記者會中，議長也強調，這筆捐款要捐贈的對象是由珠海大商協會自行決定，議會完全保持中立的立場。就請珠海台商會直接聯絡災區的代表，本會完全本着為台南市民服務的立場，我們不介入指定這個
的对象，完全由这个台商会直接跟灾区联系，那他们直接把赈灾款由赈灾户代表来代表接受。300万善款下午就由弱者受灾户亲自收下，相信对因是一份重要的帮助。今日新闻网找采访报道。30档来创世基金会除了安养超过1900位植物人，30档前嘛开始投入到厝服务，免费替有需要的患者进行泡澡甲照顾子孙。上午美妆部落客菲菲嘛来到创世台南婚姻，以爱心大使的身份，伊卖外衫甲饰品全力支持。知名美妆布洛克菲菲甲同款伫网络拥有高人气的双娜，再来坐定妆的外衫，现场就伫model身躯顶示范搭配，加上所有装饰品拢要全部灌出来义卖，希望借着网络的力量，号召大家共同来支持创世基金会植物人安养。其中菲菲嘛因为经历伊爸爸成为植物人，厝内人长期辛苦照顾的深刻感受，所以当伊接到创世邀请，马上答应接下爱心大赛，并且由双娜共同出面，呼吁民众献出爱心。就是因为自己的爸爸就是在10年前的时候也是车祸，然后也是植物人这样子，然后就是在照顾这段期间，就是也是因为妈妈是很辛苦，然后还有我们这样全家大小协力协助下这样照顾他，所以可是因为照顾植物人真的非常不容易，就其实因为自己照顾过都知道，那其实不只是一种。身心灵的一种疲劳，就是身体也是，因为妈妈后来照顾到也是生病了这样子，对，所以其实接到这样的任务，其实还蛮开心的，因为我觉得可以抛砖引玉，然后就是希望大家来帮助创世基金会，然后还有植物人这样子。家里可能之前爸爸生病，所以我们都有经历过照顾病人这一段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还蛮响应这一方面的活动。我们就是义卖衣服之类，然后就去给那个需要的这样子。30档来，创世基金会伊着救一位植物人，等于救一个家庭的理念，目前已经安养超过1900位。同时，因应选择要家己照顾的家庭，对92年嘛开始推出免费的到厝服务，希望协助因成为照顾上上大后盾。创世就是30年来，我们刚开始是做安养，那我们这30年大概照顾了1900位像刚刚说的超哥这样的情形的。个案，也就是我们各分院全台17个安养院都有这样子的个案。那一直30年走来以后，我们发现说，有很多还没进安养院之前，可能在家里面，像超嫂刚开始的这9年嘛，就是所谓的在家里面照顾。那我们觉得，这个很重要哦。那所以我们92年开始，我们大概做了13年的到宅服务。也就是推广原床泡澡，还有护理社工的这些资源转接和护理照顾咨询这些。创世基金会台南会议表示，有意愿义卖服装甲装饰品民众会当直接到伊脸书粉丝团来参考，发挥爱心。但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。先去困一下，马上登来新闻现场。汽车哦，我不只有车，我还有司机。认真负责人，酒后不开车。为了提供台南乡亲优质的医疗服务，请更较侪优秀人才加入中医的医疗团队。
台南病院上午除了甲中国医药大学正式签署合作交流，嘛希望将中医科学化，做好更较侪患者。台南病院4堂前伫院长李部长的支持之下，嘛积极投入中医的资源发展，一步一步将中医科培养成特色之一。上午经进一步甲中国医药大学正式签订合作契约，希望伫人才培养、教学研究等多方面密切交流，以中西医的专人医疗来做好民众。台南医院我们一直想要提供给病人最好的一个医疗哦。因为当然是大部分来讲，我们现在大部分都重视西医的治疗，可是中医来讲的话，在某一些部分对我们的病人来讲，不管调理或是很多方面的治疗都有它的好处。所以刚刚张院长提到，不管是说我们在登革热的部分治疗，或是说最近我们的提出来的骨折的一些中西医的治疗哦，那这一步的话都是我们务实的去面对的哈。那未来呢，我想这个所有的医疗资源都要以患者为中心，好好的去做实证医学的这样子的一个研究。那在这个现代医学的各种的规范之下，我们小心的来提高这种医疗的品质，来服务民众，这个是我们不变的一个方针。虽然现在西医也是主流，不过伫中医科学化努力印证以后，现在参照天高热定整合照护，伫运用中医以后，拢有了成果，希望创造双赢局面。台湾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。为了改善食安问题，亚洲产路学校利用有限的空间打造芳草花园，同时为了验收栽种成果，校方特别举办芳草创意料理比赛，就是希望学生在学习专业手艺的同时，嘛爱学习加团生态教育，负起社会责任。这场芳草料理比赛，所有作品呈现的不只是比创意、比摆盘的装饰、加口味等等，更重要是该校为了推动对产地到产地的食农教育，所以特别打造了这个芳草花园，让学生会当有用家己所种的芳草食物来入菜。所以上午比赛嘛是加团生态甲饮食相会教育。好，我们今天办这个比赛最主要的一个用意，就是希望教导我们的小孩子，将来当一个厨师，不是只是做好的一个食物，让大家能够酒足饭饱，而是能够知道他有其他的社会责任，要能够知道食品的安全，还有生态维护的一个保育的一个重要。所以我们在校内种植一些香草，让师生自己来抚育，然后让学生在料理的时候可以直接采用这个香草，变成一个低碳、零里程的一个安全食物。伫全校1年到3年，总共40组的参赛同学当中，专业评审表示，虽然芳草甲肉片的搭配，芳草伫入菜进前的处理顶面，也有一些需要加强的所在。不过普遍表现拢有相当的水准，最后前3名出炉，充分展现专业的能力。我们特别选用学校的香草来入菜。我们蔬菜是为了让它比较亮，所以就加一点油下去弄拌一下。就是我们酱汁是用月桂叶下去，就是融合那种味道，就是会有那种香气，还有蔬菜那种味道，然后熬煮再调味。学生透过每一摆比赛考验，不止累积了专业的技能，更重要嘛学习到有关消费者的食品安全等餐厅以外的社会责任。台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。实践大学应用中文系毕业典礼首度来到台南布展，展出各类型的创作，包括小说、散文，甚至是以三国时代背景作为设计内容的桌游。校方希望透过这次的展览，让更较侪人看到因的设计卡书。实践大学应用中文系毕业展控制独赢，为今仔日到4月5号，伫爱国妇人馆展出。作品包括散文、小说、桌游、剧本，甚至连经由小说内底改编的食谱拢有，展现出实践大学应用中文系学生的卡书甲创意。我们本身是应用中文学系，有别于传统中文系。
有一天我就突发奇想说，将美食和小说做结合，然后做成这个食谱。对然后这里面的小说的食物我大概介绍一下，像有一道是青花肚，青花肚就是在《神雕侠侣》里面那个杨过和小龙女中的毒。像这一道料理，每道料理也是，就是不一定要那个食物本身一定要配合到故事的情节、重点，还有那个比如说人物本身的特色。毕业等决定行出高雄，来到台南展览，除了是希望会当互更较侪人看到因的作品以外，嘛是因为家系气质甲台南古道文化气息非常符合，因此决定来到台南布展。这4年，那很努力的做出这些属于自己的作品。那我们觉得这些作品都有自己的特色，那也需要一个管道被大家看见，所以我们会希望是能走出来，然后能在一些比较大的城市，在像台南这样古色古香的地方，然后又有文化艺术的气息的地方，去办这样一场展览。那就希望能被更多人看见。26号也有西拉阿祖服装体验，互民众不只用看的，嘛会当用穿的来熟悉西拉阿祖。东港也有99份的金庸美食玫瑰糖仔，提供予民众品尝，互来看展的朋友会当吃滴滴看展览。台南新闻张伟忠、郭博义采访报道。为鼓励台南市特殊教育模范儿童，市府24号伫新南国小举办记者会，其中包括自闭症、罕见疾病、智能障碍等30位身心障碍学生候选，借此表扬因认真读册、勇敢克服障碍的精神。105年，台南市特教模范儿童总共有30位学生候选，伫选的每一位学生，拢有乐观进取、爱学习、努力向上的特质，就亲像是新南国小吴克强同学，虽然是自闭症的学生，但依然努力学跆拳道，得到全国龙泉杯锦标赛第2名的好成绩。又或者是文苑国小朱延杰同学，虽然无健全的5级镜头但依然会当演奏出优美的乐器。以及桂林国小张达栋同学。虽然罹患肌肉萎缩症，行动相当不便，但是伫个求学的路上，永远无放弃的精神，相当使人敬佩。24号伫新南国小举办记者会，分享因求学的心路历程。我们1年1度的儿童节都是我们很期待的日子。那特别我们针对我们特教的这些特殊的模范儿童呢，我们真的是看到他们在克服自己身心的一些的限制，勇于挑战，那么热情的投入他们的生命。那每个孩子不管是认真的上学，或者是有很多的才艺不管是运动啦、音乐的、体育类的等等。大家都是那么认真的去把他生命的光辉去发扬出来，我觉得这可以不但是给我们所有特教的孩子，也给我们一般的孩子一个最棒的鼓励。市府教育局为了鼓励特殊教育学生，4月1号将在安南区梦想田音乐馆举办颁奖典礼，希望借着表扬大会，鼓励身心障碍小朋友爱坚定信心，努力向上，勇敢来对望，画出家己的一片天。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。业政国小所规划的与作家、画家有约亲子活动，24号邀请知名儿童文学作家严淑女、甲插画家林柏婷来到学校分享因的作品甲创作心得，希望这个活动让小朋友培养文化素养，将文化向下扎根。我还讲话了，喂，囡仔，迄是我的山呀。精彩生动的讲解，让参与活动的学生甲家长拢收获满满。业政国小这届规划甲作家画家有约亲子活动，是为了落实教育局文化向下扎根的理念，提倡亲子共学，达到家庭和谐、甲优良的学习环境，让家家户户拢会当有好学的文化氛围。
配合市政府现在推动的就是美感以及艺术教育的向下扎根的部分。然后我们所举办的一个很有意义的以亲子来共读，以及就是亲师生一起做一个与画家有约跟与作家有约的一个活动。那这场呢是属于作家有约，那我们特定呢请了严淑女教授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童作家，来跟我们的亲子一起来沟通，借着以就是淑女老师的一个很好玩的一个故事的一个讲述，然后呢，我们也发给小朋友呢每人一本书就是严淑女老师的作品，然后呢，希望达到亲子共读，然后呢然后共读完了以后再来一起来分享。这届所邀请的作家是国内非常知名的插画家林柏廷，也有儿童文学作家严淑女，两个人的创作拢得到国内真侪奖项的肯定。遐真国小邀请因来到学校授课，希望会当透过因的作品，让学生了解乐观包容。伫面对问题时阵，爱用正面乐观的态度去思考，建立快乐自信的童年，也让文化经济自细汉地当向下扎根。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。新闻最后，赶快来关心气象。明仔是西分，有时乌阴阵风的天气，温度12度到13度，落雨几率7成，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，上大阵风9级。感谢你收看3月24日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，我是林雅珊，咱再会。